好，第二组来宾。是欢迎我们这边伟哥。啊，为了700万，为了700万，来咱上擂台。来，这里，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阮这组的队长来啊啦。嘿，看起来敢阮囝婿无着阮后生啊。有影。开胃来啊啦，酷开胃。大家好，我是酷开胃。是酷开胃，今日带好朋友来。今仔是带好朋友，阮做伙做电子社好朋友。电子社。哦，是即摆上流行的呢。讲电的迄种。嘿，你个门开无好就电死你。安尼查啦会较少啦，查啦会较少。是，拢是电子社的。拢电子社好朋友。好朋友哈，好介绍落去。来，大家好，我是阿吉。啊好。哦。我系讲外国朋友，台语讲了真好哦。听讲比对手较好。哦，真正的，你是台湾？我算台湾某。我算系拢靠阮爸台湾人。哦，无怪哦，爸爸台湾人。啊，妈妈是德国的。哦，德国的哦，所以德文嘛会晓。我算我无语啦，我伫德国出世大汉。哦，真正比你更加讲好呢。伊上高讲就是 BMW Mercedes。安尼哦。啊，佢使摆出。Porsche。啊 ，Porsche。德国的名产啊，德国的名产。欢迎你哦，德国的名产。好，来，我扫入去。来，大家好，我是阿强。好，来，我扫入去。大家好，我是洪志。好，欢迎你咧。好，来，阮这边拢查甫囡仔啦。是啦。嘿，啊，台语嘛讲了袂歹呢。赞哦。我甲你讲，迄边哦，虽然无啥啊，毋过我甲你讲，所以咱嘛袂当小看伊哦。啊对啦。不哩厉害哦。虽然阮是查某囡仔，但是阮穿起来、压起来时，气压袂输查甫人哦。安尼哦。好，来介绍互阮看者。是啊，欢迎阮这边的队长李薇薇。薇薇，大家好，我是李薇薇。是，你好。你听讲甲对方的队长嘛是真好的朋友。嘿。哦。伊是我的细汉的。细汉的哦。是安怎是细汉的呢？就是伊的体力。因为我都不怕他的。哦，你都无惊伊啦。是。不过吼，伫遮就是足残忍的，就是吼，袂当扭来扭去。就算好朋友嘛，是算亲哦。哦，欢迎队长。来，好，我扫入去。大家好，我是妹。好，来，我扫入去。哎，大家好，我是王印咯。哎呦，进步安尼。进上来做过队长啊。嘿，进步安尼。迄摆做队长都互别人笑。没啦，奈笑。今日我就来。较认真诶，一定爱摕钱。小饼的。阮囝才8岁。好，欢迎你。来，我扫入去。我啦，大家好，我是阿咪酱。阿咪酱。好，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是，抱歉，欢迎罗光成罗老师。大家好，我是罗光成。台语真丰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买新厝，太好了！那就赚大钱买新厝，安尼就对啊啦。来，恁拄啊应该拢有看过700万这对对吧？有啊。有哦，有看过哦，恁看过哦？有看吗？听讲伫啊，听讲啊，听讲呢。卖用听。来，真正互恁看，无听讲的。好，来，开嘞！哇，真济节目吼，喊你有700万这个名啦，所以讲咱今日一定要甲拼落去。好，今日来第一回合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米秀，阿雄，恭喜你！这个回合哦，米秀有一个答案。阿雄，我嘛有一个答案。是，啊，咱的分数哪算？哦，咱这回合哦，你若要着正确答案，还得着1000，所以上济咧有6000块，会使互你抢转去哦。第一回合就6000啊！加油哦！先甲6000摕起来，再讲啦吼。好，来
来，老师，咱请出题。好啊，啉酒对身体无好吼。过顿工也会宿醉，请问宿醉的台语安怎讲？哦，宿醉。美秀这边是酒醉未退。哦，是大家吼，我想拢有这个经验啦吼。咱若今日啉酒，甲第二天的时阵，头壳会足痛，啊嘛是共款足想要吐，啊一直啉水，一直啉水嘛，一直足想要吐，就是醉甲第二天啦，就是酒醉未退啦。是啦，嘿，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假暝醉。哦，为什么？因为嘿，就是已经浪一暗过啊，过一暝啊，吼，啊你搁咧醉。亲像酒醉袂得，听起来吼伤简单，啊，台语就是爱讲一下迄个无共款的讲法，你听起来就会知影哦是安怎，所以说假暝醉。哦，来麻烦两队请选择，到底是酒醉袂退？假暝醉。来。哦，哎呦，你也听起来真正有影较好听哦。因为我就是台语应该有一个特殊的讲法啦。哦，好来，咱来听这个特殊的讲法吼。来，咱的开胃，嘿，开胃。啊，字典在叫伊开胃啦。哎，开胃，嘿，开胃啦，叫我开胃的话。开胃跟他袂输，我都我欠笑。哎，开胃，是，哎，开胃。好，你感觉是安怎？你会感觉是假暝醉？因为过一暝，过一暝了，搁咧醉。是，我的嘛是过一暝，搁咧吐，搁咧醉呢。这是伊。哦，是，捌听过无？哦，啊，长得安尼，今仔就叫做假面嘴啊。无怪哦，看你面拢红红。对啊。嘿咩？所以讲你即马感觉嘛是感觉个黄黄的感觉。有小可安尼噗噗安尼。卡底噗噗对吧？嘿，来问咱查某囡仔一边。嘿，因为我感觉无听过袂退。袂退哎，那是酒测哦，应该是安尼讲，但是无退这个代志，应该就是滴滴水安尼。哦，对，敢若应该假暝醉。假暝醉。阿咪讲咧，我感觉是真下暗迄啉酒啉啊透早，啊迄个就假暝嘛，啊就其实系搁咧醉啦，搁咧啉搁咧醉安尼啦。是答案我唔知影。爱问老师。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好，咱两队的两组的四组的观众哦，拢是正确的啦。拢是假面醉就对啊啦吼。好，来先分数。终于得了2000。嘿，阮有耶咧。嘛得了2000。嘿，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好，这个华语讲数吼，就是咱去会当大的所在过一暝啦。啊，咱就是讲你。暗时啉酒吼，啉伤济，已经酒醉啊！去困一暝，到第二天精神的时啊，感觉头壳咧痛，哦，感觉哪像要吐，这就是迄个醉吼，过一暝还佫伫咧啊，所以咱讲做假暝醉。第一题两边拢对，厉害。好，来，即马第二题啊哦。来，请小调。请替我促销。好，来，老师，咱请出题。网络讲的 Y3K 长时行，请问 Y3K 讲的是什么意思？哦 ，Y3K， 我这边哦是对未来社会的想法啦。哦，嘿 ，Y3K 就是西元3000年。西元3000年咧，我唔知过伫也无伫，我嘛唔知影。是，不过我会去想讲西元3000年的时阵，咱人类会生做什么款？咱会食什么物件？会穿什么衫？所以讲是我的想法啦。是，所以我的答案是对未来社会的想法。嘿，我吼。真简单啊，Y3K 我咧想，即马少年人凡世用无共款的讲法，所以就是盐水鸡啦。Y 就是盐嘛。3就是水嘛，鸡就是 K 嘛，Y3K 盐水鸡，所以咱这个题目，咱拄仔讲的时阵，有是讲，即马少年人会讲的哦，会记哩哦，少年人会讲的哦，到底是我对未来社会的想法，还是我这盐水鸡的讲法咧？嘿，来，咱两队请选择，必须阿雄编辑表。有，真正有影拢少年人啦。
阿吉啦，阿吉啦，我拄啊撞伫一个路边摊，敢若有看到，我伫东庙搭坐车起来，我拄啊看一个盐水鸡咧卖，啊歪3K，我唔知啥物意思，啊我就感觉应该是应该是这意思。对档啊对档，对，真好真好。好，啊那阮查某囡仔这边咧，较枵啦，巴肚有咧啊，嘿啦，听迄。听迄名词就感觉是，是，你捌听过查某囡仔，恁查某囝18嘛？哦，伫网络顶面拢会看 Y3K，捌听讲过 Y2K。Y2K，西元2000，对。3000无，好来，咱8岁妈妈，嘿，咱8岁查某囡仔妈妈，因为我想哦，即摆囡仔应该对未来社会无想较济啦，无想啦，都想即摆枵袂枵啦，枵要食啥啦？是，我是感觉讲，像阮细汉拢会写什么 LKK， 嘿，就是老酷酷啊，水啦，是啊，对。阿咪讲，咱若是真正是 Y3K 哦，你就通去泰国买一个。买一个哟，咱的盐水鸡较怎样好食？是，哦，我出国咧，这边的呢。好，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歹势哦，咱两队4组的观众的答案拢唔对。这个哦 ，Y3K 哦，其实就是咧讲西元3000年啦。这 K 伫英语内面就是 kilo 就是1000的意思。是。哦，像咱讲 kilogram 就是1000公克，就是1公斤啦。啊，另外英语讲 kilometer 恰规是 kilometer， 就是1000公尺就是1公里的意思。哦。啊，所以这是咧讲啥？讲像人讲，哦，伊的清查哦，看到。超过咱即摆时代，敢若伫足以后的未来，才有可能会安尼穿哦。因为即摆咱知影讲是一个 AI 的时代嘛，咱讲伊的穿搭哦，看到那像 Y3K 的迄种风格安尼。哦。啊，所以就用这个来代表讲，伫未来对未来想象。歹势哦，恁是拢有讲好吼，拢有讲好吼，不要紧，最后拼生死啊吼，最后一题来，咱请苏晓。好。好，来，最后一题啊哦。来，老师，咱请出题。好，请问金山草无茶，金溪打无水是啥物意思？哦，美秀这边的答案是，互表面袂去。嘿，这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拢会安尼。有当时啊吼，查甫囡仔，你若看到一个查某囡仔水水，哦，互伊买干呢哦，什么哦买什么包互伊啦吼，买什么货拢送伊。哎，歹势，这查某囡仔人已经结婚啦。哇！哈，拢是去互伊个水水外表甲买去啦。所以我的答案是叫表面买去。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机会哦，白白拍算去。什么意思？就是同款啊，因为你认为山在咧边啊，我随时要去测茶都有；水在咧边啊，随时要去打水都有。但是因为真近真晚，所以你就想讲，我明仔载才去测，后日才去测，我出门就会使测啊。等你真正要用的时候，哈，还未测，有无？啊，真溪打无水嘛，是这个意思。是你会听起来较有道理呢。你的司机都安尼拍算去啊。哎呦，咩安怎？伊会听起来敢若真正有影较有道理咧。啊，你的嘛袂歹啊。安尼我的嘛袂歹。对啊。其实这种代志拢无好啦。好啦，不要紧啦，有好无好拢爱恁选择啦。请选择咯。来，两队请选择，啥若是上的。有的人可能一咧考虑遮，搁咧考虑迄，想多，啥物拢无啊。意思。啊，那阮一路甲阮的。阮这边是想讲吼，就是看有食袂着啦，食袂着啦。敢若会当食，啊，其实食无着，不是。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这题爱听倒一边才对咧，广告回来报你知哦。不要紧啦，有好无好拢爱恁选择啦。请选择咯。来，两队请选择。必须阿雄眼睛边。哦，爱饲落，爱饲落，哎呦呀，足歹饲的哦。爱饲落哦。哦。哦哟。来，再甲你问一下吼，你的感觉啥若是上的机会，白白都安尼拍算？你有的人可能一咧考虑遮，搁咧考虑迄，啊，你搁考虑想多，啥物拢无啊。意思。
啊，那阮一路甲阮的阮这物件，边是想讲吼，就是看会到食袂到啦，食袂到啦。拢看着，有有，但是无抓水，足紧的啊，啊，想讲嘛是有啊，啊，结果嘛是无物件，就是迄个表面没去，袂没去，看起来有，但是无，敢若会当食，啊，其实食无中，是有道理。其实阮两个意思差不多，嘿啊是讲法无共。是。好，到底是我的表面没去？还是我的机会拍算去？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嘅答案伫阿雄这边。袂歹袂歹，拢有分数，拢有分数。来，分数先加入去，区的。恭喜得到1千，嘿，啊，那咱有嘢咧。嘛得到1千。嘿，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哦，这个是要讲吼，咱住山边哦，啊要错查真简单对无？啊你若住溪边哦，要打水真简单，但是就是因为你伤靠势，你感觉讲随时要爱都有，啊但是咧，你都无真爱去先准备好。啊，机会来的时候，你要去已经袂有啊，所以咱来讲，袂把这个机会损失去。所以咱定来咧讲，迄个机会是要互准备好的人的。所以你若有准备好，机会来你才有机会。啊，若无你像这样呢，明明真简单，但是因为你无准备，到时有机会来时，你嘛无通得到。好，谢谢老师。好，来，今日看分数，看阮区的这边。今嘛有3千。嘿，啊，那阮有的一边呢？有3千哦。正好，今日咱的第2回合正港佚佗人。正港佚佗人。看风景真轻松。哦，咱今日去倒位佚佗呢？是啊，甲两位报告一下，咱这个回合吼，就是会用镜头为空中哦，为半空中带恁去看风景，可能是全台湾，甚至是外岛，有的吼是外国拢是哦。是。哦，所以你若看到感觉有重点的，你就紧日甲吹起来。是，啊，吹落去了就有奖金嘛。对。奖金安那算？咱这回合4题，4题，1题3千，所以上最爱摕到12000块哦。哦，那通啊摕到12000块是上好的啦。加油！啊，毋过拢爱用台语哦，迄电影拢一定爱用台语来讲。啊，若袂晓讲英文，阮老师英文，阮这老师是英文老师出来的，是就厉害。英文老师啊，无正经讲去讲台语，啊，台语讲到去真好，真厉害，真厉害是。好，来，咱两位拢定来出国去佚佗嘛？听讲好朋友嘛。嘿啊，毋过恁会同齐出去佚佗无？同齐出去佚佗，食饭，食饭的啦，食饭，啊，国外啥？国啊，阿伯，拢有无？啊，恁两个是才几年啊？真济啊！哇，几偌年啊？10几年啊，10几年啊，来去看风景啊！好，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是咱刷落来这影片吼，要甲你介绍的是咱南半球的自然的景观。哦，啊，你甲我讲一下，这个景观是啥物物件？3个字。哦，是南半球哦，吼，3个字的哦。南半球的自然景观。哦。嘿，来，咱请看。知影就今日世界上大片的啦。好，来，哦，喂，你试看卖啊？大坡岛，大崩东丢啊？大波丢，大坡丢，大不丢？哦 W， 我是讲啥物件大无丢啊？好，不要紧，你甲大声大哦，老师听。来，老师。大坡丢，用老师安尼丢唔丢？而且这是汉字哦，爱叫汉字讲。啊，无讲英文嘛会使啦。哦，英文嘛会使，英文你知影无？缘投区的。大坡礁。你知影英文安怎念？唔知。唔知。你感觉是大坡雕？大坡礁。大坡礁。礁。大坡礁。
你干嘛选我啊？雕好了，哦，伊是雕，啊，伊是雕，大波胶，哎，大波胶，大波雕，来，老师大波胶对唔对？安尼嘛唔对。哎，太困难了。哦，应该照字是大波搭。大波搭，对，咱这字搭吼，就是搭客的搭啦。是哦，啊，咱台语的咧搭就是迄个伫水内面的石头。是。哦，啊，伊若退水若退的时，咱讲迄个退潮啦吼，咱讲做靠流水若靠的时啦，科花，嘿，流水靠的时吼，伊就会出现。啊，若水若起来吼，电流的时，若靠流伊就看袂。靠流伊时看到，啊电流就看袂到，啊这咱叫做搭啦。是，所以海边有足侪会当讲搭，就讲搭石。搭石，啊所以这个概念做搭就对啦，啊因拢甲这个搭差上远啦。是。啊，所以虽然大步听起来是会使，不过咧搭差上远，所以袂当算是正确的。搭 K 嘛，对啦，大堡礁嘛，大堡礁，礁溪搭 K， 嘿，大 K， 嘿，不要紧，若要讲。安尼就是算正吧啦，对啦，两个拢袂晓啊，因为嘛哈，即嘛分数拢共款哦，拢共款，哈，咱看第二组有共款无？哈，好来，咱今日换人，免紧张，免烦恼啦，简单，好，好来，上个今咱要做几头？是，咱刷这个影片吼，要请大家来看的是欧洲的一个城市，两个字哦。欧洲的城市两个字哦，好，来咱请看。哦，来，咩来，华语什么你知影嘛？米兰，较大声，对。米兰。水啦！来，老师，米兰对唔对？正确。来，分数。就去得了3000咯。好，咱继续来去看者米兰。哇！哦，这是上飞巡的所在。对啊。啊，这个教堂嘛就有名。哇！看到了。这是一个意大利的城市啦吼，啊，世界流行中心啦，因为真侪人要去买精品，拢会走去遐买啦。阮顶面去这个所在时吼，有少年人吼，拢炸几若家箱啊去。因除了佚佗以外，主要要去遐买物件啦。毋讲伫遐买继续俗的，啊，所以这个所在是算流行中心啦吼，要爱流行的上时间物件，伫遐拢找得到。哎呦，袂歹哦！你哪知影是米兰？你看到什么？精品哦，看到世界迄条街啦，看到查某囡仔爱的包啊啦，上内路啦，嘿，上内路拢伫啊，正确哦，厉害。上内路讲了真好，真好。是啊，你有看到目吉啦？我掠准是迄个罗马啦，哦，你掠准是罗马。伊较紧啊，嘛无差，反正伊。啊，无要紧啦，我输了，反正我输了。有。不要紧，无讲好就好。对啦。我上惊后一组的，又讲好呀。哦，原因题。有可能哦。好，不要紧来，咱今日来换人哦。第三组啊，即马分数有啦，有伫叮当。希望咱这边3000，咱通搁冲起来。加油！上无嘛，搁摕3000，平手拢袂要紧啦。是，一路拄好有看到无？我看到迄个上内路，上内路，所以你就拎出来嘛。真好呢，米兰呐，米兰，我要去，有进步呢。吼，差来的时阵，有影较无啥会讲，啊，即马啊，阮翁就讲伊足熬，足会晓讲，结果都袂晓讲。啊，即马嘛是同款，嘿，同款，伊比我搁较，伊妈妈讲伊讲了无啊吼。哦，讲了无。啊，表示你进步足多。5块拢讲5块。诶，不过囡仔即马有学无？有嘛是。这下拢有学。啊，伊转来问你无？会问你无？嘿，他说。
食肉配鱼，食肉甲鱼，食肉甲鱼，甲鱼安尼。诶，袂歹呢，真好，对啊，对啊。巴肚腰，诶，互囡仔学这其实真好。嘿，有当时啊，若看到阿公阿嬷吼，小少问阿公阿嬷足欢喜。我就拜托阿公阿嬷一定要甲伊讲台语。哦，对，啊，你再甲讲华语就好。伊就两边拢会使连着。啊，你两边啊，你拢会打。这样嘛，不要台湾故意想按共款，啊，拢个样哦。嘛是真好。是，好，啊，那阮阿忠啊，你即摆有较贴啊无？嘿，贴未？有啊吼。有啦有摕啊。有啊，贴啊就好啊啦。我拄看到你有3仙进变2仙。即摆变2仙，啊后一个会喊啦，有机会你知影看我变1仙无？有啊有。有吼，啊你拄有看到迄个风景无？诶，我有看到。有，你有钓着？诶，无有着。无有着吼。不过即届你若是要讲好，今即届即地来看你安尼。好，拼落。拼落哦，好好，来上个咱今日去倒佚佗。是，咱刷这影片哦，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吼3个字哦。哦，国家3个字哦，国家哦。国家好，来咱请看。一个圣地嘛吼。啊，都喺五彩旗对吧？诶。哦。诶，是伊朗，是毋是伊朗？反正你有去过哦，嘿，是毋是？对吧？我有去过，你有去过？3个字。你坡啊，英文嘛会使。你英文嘛会使，你坡，应该是吧？你嘛无确定的对吧？来，你念看麦。尼泊，尼泊，来，老师，尼泊，对唔对？好，会当接受。哎呦！好，来分数。今日你就3千咯。好，来，咱继续甲先看落去哦。因为我有去。哦，真正就是圣地哦，水。对不？去爬山嘛，圣山哦。世界上悬的山。对，现在若要叫汉字，咱中文来翻的汉字哦，就是尼泊尼啦。尼泊尼，尼泊尼。嗯。不过伊讲的尼泊有接近啊啦吼，会当接受啦。谢谢。好，谢谢老师。耶！等下，伤欢喜啊！等下。伤欢喜啊！伤欢喜啊！讲要领钱啊啦。嘿啊，不要紧，咱即马共款还袂冲起来哦。咱上无嘛爱提一个啊嘛。对啊。好唔好？好，好来，今日换咱。好，来，上回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是，咱刷落来这影片要介绍的是北欧的国家哦。哦，北欧啦，北欧的国家，两个字。北欧哦，两个字哦。好，来，咱请看。好，来，好，来，你。这第一寸嘛要买去的。芬兰。芬兰哦。芬兰哦。哇，应该是吧？应该是。哦，芬兰哦。好。老师，芬兰对唔对？歹势。这个国家。嘿，各有哦，各有别的国家哦。来，咱继续看完。不是你遐，啊是我遮吗？嘿，换你啊！你啊！你让我杀去。好，杀去来。挪威。哦，确定哦。确定哦。确定。挪威。老师，挪威对唔对？歹势嘛，不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国家是瑞典。瑞典。北欧哦有几哪个国家啦吼，啊，若要去看极光哦，定定拢会去。恁拄则讲迄两国甲瑞典，阮顶年期的时嘛是去这3国，都是挪威、芬兰、瑞典哦，哎。所以恁虽然约到北欧的国家，不过约唔到国家的名。是。好，谢谢。有拢有讲着，无重点，差一个啦。好，不要紧。继续拼都有分数，吼！来看咱两队的分数，看阮区的，即马3千。嘿，啊，咱
来阮有约嘞。哦，伊即马有9千哦。哎，好，进来去咱的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哦，八提示，用一个问号，什么意思？来，8提示我念者吼。是。为顶外是掠掠的，明相哦，恒春，周杰伦，李路，嘿，艺术家。高甲微微，吼，这8个就是代表8无共款的问题。哦，啊来问号什么意思？就是后壁有无共款的介绍，上济15000块，上少1000块。哦，你感觉倒一个是15000，你就选迄个。嘿，是安尼读。啊，咱有两个迄落规矩，就是讲哦，第一个是咱分数较少的，咱来先来，咱这边来先来。吼，啊，第2个就是咱有一条命，会当讲我要支援，就是哪去，啊，其他咱拢袂当讨论咯，两边拢袂当讨论咯，就敢若讲哦，队长伫遮，咱要选搭一个会当讨论，其他拢袂当讲话哦。吼，来，咱第一个就是你先来哦。我先来哦。吼，来，区位要选倒一个？我要选周杰伦。周杰伦是因为好朋友，不是因为好朋友，伊感觉较有钱。哦，我感觉伊做有钱的，所以算应该算。好，咱来看是毋是有真侪钱。来，周杰伦的奖金有偌济？可以嘛，真侪哦，7000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周杰伦演唱会吼，伊的票吼一张拢买袂到，啊，若是卖迄个黄牛票的人吼，互人足生气的。但是你知影，若是卖黄牛票，互掠到，伊的罚金上侪是门票的10倍，还是50倍咧？后来，唔免是你啊，是哦，伊算的。我稍等咧。嘿，我的答案是50倍。七了。哦，50倍。好，来50倍对唔对？嘿，来，分数，终于得到7000咯！哇，拼过啊！又起来。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啊，因为这个买牛票吼，对于一般的人来讲是足无公平的啦吼。是。大家辛苦排队啊，但是伊先进人抢票啊，抢了以后再用足悬的价钱卖互别人。对啊。听讲有一对人某靠这赚足侪钱的。但即摆用掠到，听讲要甲伊罚钱的时候，两个伫遐咧哭，因为要罚50倍。这照咱法律来行，是我袂甲因罚的啦。啊，所以罚真重，所以千万唔通做这种代志。好，谢谢老师。好，来换微微，嘿，要选倒一个？哦，我要选微微。哦，来看者微微的奖金有偌济？5000嘛袂歹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根据咱内政部的统计，台湾女性上菜市啊名，迄个塔里名是00还是婷婷咧？哦，有超过4500个叫这个名哦。来，你有10秒的时间。哇，应该家己摇就可以啊吧？唔免叫因啊。好，来，你是婷婷还是00？婷。好，咱来看哦，婷婷对唔对？好，来分数。终于也得到5000咯，搁拼过。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哦，咱台湾人吼，和这个名吼，有真侪人拢是同款的名啦。啊，就咱因为像一个人同款名，咱讲咱像菜市仔咧卖菜同款，所以叫做菜市仔名。啊，这个菜市仔名内底，若是塔字的吼，是这两字应该叫做丁啦，是讲丁啦。哦，这两字的是比例上济，哦，听讲有超4000多人啊。哎呦，所以比例足悬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种塔字名。是。好，谢谢老师。老师读讲台语是读做丁还是00？我读做拢读华语啦。婷婷啦，好，谢谢老师。真趣味啊，真趣味，迄音啦，音的问题。好，来换阮区的。王区的，你即摆个输啊哦，读到赢就输。哎呀，真刺激哦。拼起来。嘿，差这4000。好，我要选恒春。
恒春，恒春，好来，咱来看恒春的奖金有偌济？万五，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恒春，屏东恒春除了迄个风景水以外，伊的落山风嘛真强。滴饮了什么款的农作物，种甲生甲真好？是咱台湾八成的生产地咧，是蒜头还是葱头？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你捌去过？你屏东的有啊，我屏东人。屏东，你屏东人啊。好来，你是蒜头还是葱头？答案是蒜头，苍头，到底是什么头？苍头啦。讲答爱细腻呢，这题150块。请问恒春，屏东恒春除了迄个风景水以外，伊的落山风嘛真强。滴饮了什么款的农作物，种甲生甲真好？是咱台湾八成的生产地咧，是蒜头还是葱头？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这应该免想啊啦吼。你捌去过？你屏东的有啊，我屏东人。屏东，你屏东人啊。好来，你是蒜头还是葱头？答案是蒜头，苍头，到底是什么头？苍头啦，葱头啦，嘿啦。好来，咱来看这个葱头对唔对？对。万五你3个我袂讲，真正嘞。好来，奖金，终于得到150咯。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咱台湾大部分的这个葱头有人讲大葱头啦，有人讲大粒葱头，啊嘛会使简单讲葱头。主要拢生产伫屏东啦，所以因拄则讲有8成啦。8成。除了屏东以外，村的其他的所在，才有2成的这个葱头的生产呀。所以大部分拢伫遐，这是伊的3宝之一啦。好，谢谢老师。好来，我维维啊，维维。要选多几？我要选高。高唔正呢？好来，咱来看高的奖金有偌济？真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湾旧地名内底打狗伫咧高雄，打鸟伫咧嘉义，啊若是讲阿狗是伫咧倒位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那唔知影你饲落该问啊，系有一题会使问，要啊，指阮这个啦。是3、2，来7。好。你要家己回答，还是要甲因讨论？新地。新地。新地。快点。对。有。好来。因为啊。伊拢唔知。我知咧，我知咧。你知咧？系啊。哦，是。多我一半好吧？真的吗？所以你的答案是新地。新地。好，来，咱来看下新地对唔对？不要紧，到底是倒位咧？是啊。好，来，老师请解释一下。以前台湾有捌做过一出这个嘉庆君游台湾的连续剧内面开始的主题歌就咧唱台湾的古地名啦，其中有一句就咧唱这讲屏东古早叫阿狗啦。是。所以若捌看过迄个当然迄足久以前的戏啊。你若毋捌看过，不一定知啦。不过伊拄则有讲是屏东人，所以应该知影。个屏东古早叫阿狗对无？对。是。所以你选这题。无菜去啦，那伊选着伊可能就会对，伊就正确的答案。对。可惜。好，谢谢老师。不要紧，运气后壁还有免万利的啊。好，来换你开。好，我要选艺术家。艺术家。好，来，咱来看下艺术家的奖金有偌济？9000块。好，来，上面咱请出题。请问。陈定波作品拍卖价是台湾油画画家上悬价，有2.12亿的代票记录，就是2亿1200万的记录。你敢知伊画迄幅图是玉山日出，还是咱淡水的夕阳呢？好，来，你10秒的时间，捌看过无？真捌嘞。淡水的夕阳哦，玉山的日出。好，来。我的答案是淡水的
食用食用，是。好，来，咱来看淡水的食用对唔对？好来，奖金给我踏起你啦！你也得到高清哦。好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哦，这丹顶坡是家己人啦吼。啊，不过因为淡水是一个真有名的景点吼，是，尤其遐有一寡西洋有的建筑啦吼，啊，佫是一个海口，日头落山足水的，所以有真侪画家拢去遐画过迄个淡水的景，啊，伊嘛捌去遐画过，啊，这幅图伫个世界上真有名，所以嘛价值真悬啦吼，所以这是伊真有名的一个画作。BB，加油加油，够万里的，够万里的，够万里的免烦恼。美秀，冥想，冥想，冥想，吼，冥想。好来，冥想的奖金有偌济？一千，不要紧，咱豆豆啊来。好来，咱请出题。请问，真侪人伫咧冥想的时阵，伊会点香。啊，咱定定咧讲的，一炷香就是半个时辰，啊，半个时辰就是即卖几分钟咧。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半个时辰。外实行，是偌久？4、3、2，哦。15分，啊，30分，60分。哎，确定一下，你确定一下。好，60分。嘿，好，确定哦。 60分。来，咱来看下60分对唔对？来，奖金给他给你。你丢1000了。好，来，咱听老师安那算哦，吼，来，老师。讲有12个时辰啦，12个时辰。咱古早咧讲的讲柱跳、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都有12个啦。啊，一工有几点钟？24点钟啊，12个时辰，所以一个时辰是2点钟。啊，半个时辰就是1点钟，就是60分钟。哦，安尼知安那算啊？是。 好，谢谢老师，我拢替你紧张起来。15分、30分、60分、60分、30分，加注意。不要紧，分数豆豆起起来。对。来，咱即马存美女，好，啊，搁有俩的，看你要倒一个。俩的是。 不一定哦，我袂使甲你讲。不一定好了啦。秘鲁好啊，秘鲁好啊。秘鲁哦。哎呀。好，来，咱来看下，秘鲁的奖金有偌济？3000。嘛袂歹哦。好，来，咱上个请出题。 请问，若讲到咧爬起来新车，少年仔拢会讲是大 B 啦，大 B。这是咧讲一种跑车，还是咧讲一种机车咧？来，你有10秒时间。大 B。OK。我要几万？哦，来几万一个哦，几万哦。奥特曼，机车。机车，因讲是机车，你咧。好，机车。好来。 机车对唔对？好来，奖金，恭喜你到3000咯！哎，搁拍起了。好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好，较早的少年人吼，若要爬七啦吼，拢骑多摆啦。甲查某朋友载了后壁，感觉足风尘的吼。是。啊，伊当初骑行的机车吼，有种就是雅马哈 BWS 125。哦。啊，因为这 BWS 这编号是 B 开头的，所以伊就甲这个机车叫做大 B。安尼。 我来晓得。老师刚刚有咧骑啊，我没咧骑。老师的年代啦。对。这我捌有一台啊。你嘛是安尼？伊是 BWS Big Wheels 大轮啊。大轮啊。啊，因为为什么要爬起来？新车椅座啊吼。出嘿。这查某囡仔你。啊，你打洞啊就死咧嘿。如果你唔讲查某囡仔坐后边足难摇的嘛。啊，无要紧啊，头前个。对啊。哦，原来就是这种。时不时安尼动一动。对。做坐就无爽快呢。没有，伊椅子啊，搁宽哦。哦。新车。这嘛应该是安尼有啊啦。这嘛较少啊。啊，对。好来。俩呀哦。好，来看下俩的奖金有偌济。哦。哎呦，万里呢，万里差距哩哦。愈差愈近哦。来，咱来出题，请出题。请问
若是人无爽快吼，爱去找人甲你掠掠。啊，普通咱会去找的是传统的拳头师，还是拍骨师咧？哦，来20秒的时间，哇，大家支援，是，支援，好来，救人哦！救人支援这里哦，来，拳头西，拳头西，冇听过拍骨师啊，拍骨师，拍骨师，所以你的答案是拳头西。拳头师。好，来，滚头拳头西对唔对？对，来，他给你。恭喜得了万里哦！好，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较早拳头师吼，因咧练拳的时吼，加减拢会受伤啦。按受伤的时拢爱家己有法度，讲要安怎去敲，要安怎去推吼。啊，所以因嘛有法度去甲人种受伤的时候去甲敲好推好啦。敲的。嘿，啊，较早若是人若受伤，就知影讲哦，来去找拳头师，伊有法度，伊嘛有去种，咱讲做药水啦，就是专门找一寡啊插头啥去浸嘛吼，手吼爱当人推啦。对。啊，所以会当治疗这个伤啦，所以以前拢是啊，其实拍骨师是即马咱讲的整骨师啊。哦。啊，即马有人去找，毋过若讲传统来讲是以前人拢会去找迄个拳头师。谢谢老师，来看分数，看区的这边37000。嘿，啊来，我米的嘞，毛27000啊！哎，嘛听好哦，今日来1秒10,000金。1秒10,000金，大家动动筋。是即卖奖金，即卖奖金有37000啦。哎，37000就是算是37秒。是的。哦，安尼敢唔够？安尼敢有够？无够啦，无够加些啦。好，佮加30秒变67秒，好。67秒。嘿，咱这回合有3题，对那知影答案就紧日讲，一直讲就对。好，好来啊哦，来第一个字。第一题哦是4个字，4个字哦。来，第一个题是塑胶，塑胶哦，是物件哦。再来第二个题是有足侪幼幼的空，细细的空。来，说，再来拍落去。好，啥物？佮37000的奖金，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好来啊哦，来第一个字。第一题哦是4个字，4个字哦。嘿，咱即马有67秒哦。是。好来，咱请开始。来，第一个题是塑胶，塑胶哦，是物件哦。再来第二个题是有足侪幼幼的空，细细的空。来，说，再来拍落去。好，啥物？好心片啊！哎呀，健康，我送你健康。听下会使。嘛是输啦对无？对。好心拍，好心平啊，好心输啦，拢会当。是着塑胶嘛，侪啊侪。对啊，嘛会使甲电视有即啊新的啊，啊，再来会使消灭网糖。嘿。哦，53秒啦。嘿啦。好，继续啊哦。第二题几个字？第二题，即嘛3个字。3个字，好来，咱请开始。是第一个题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什么自然现象？3个字嚟想一个哦。第二个落大雨。落大雨。哎呦，什么自然现象落大雨？嘿，来，过来。乌天暗地啦！哎呦，什么自然现象？乌天暗地，过来。过来。天公起性地。哦，天暗地，天公个起性地是什么语言？讲爱讲。讲健康。哎呦，吃了唔讲是咧创啊，吃了就讲，吃了唔讲。是个讲嘿，每当你看到我看你表数，你甲看一个都无意啊！哎呦，你甲看是第几啊秒安尼，足紧张的呢。好，来，今嘛剩30秒哦。嘛佫足济啊，嘛佫足济哦。超过25000真济啊。愈少愈好啦。对，表数开愈少愈好。好，来第3题，几个字？第3题3个字。3个字哦。好，来，咱请开始。来，第一题是12路口。12路口。哎，看是啥物？12路口。想看卖。第二题是头顶一顶过犁啊，是啥物？头顶一顶过犁啊？唔是3个字哦，唔是红顶愈济，生理愈好，头顶一顶过犁啊。北国南花。 3个字，紧个，芳桂梅是啥物？芳桂梅，迄个镜头。唔是，芳桂梅。客人家阮讲的。有兰花。啊，健康。你拄好有讲着。我得一个杯啦。对哦，是。好，来，咱即嘛奖金是。哦，我够6000哦。好，咱即嘛今日去颁奖。
牌呢。哎呦，哎呦，来，这里哦，丢金牌，赞，真好。今日啊，真正有影甲感谢啦。是感谢罗光成罗老师辛苦啊！多谢。再见，有智慧，讲台语提百万，祝你大家拢欢喜，再会。下回再过来。哎，你算上厉害啊嘞，全部来对。谢谢。下回再过来，谢谢。恭喜啊！谢谢。路再见。哦，赞。